今次陳店員教大家點樣同 JJ 做 facial。有冇男士經常拗 JJ？ 呢啲皮膚嘅問題經常被忽略。我哋有2樣產品，希望幫到男士們保養 JJ， 成為生活自然嘅一部分，就好似刷牙或者剃鬚。首先係 Kiko 專為洗 JJ 推出嘅保護凝膠。你諗下，香港人個個日理萬機，生活當中容易出汗，繼而體味，再經過衫褲鞋襪嘅摩擦 ，JJ 又出汗又出血。放心，呢支清潔 gel 天然抗菌保濕溫和舒緩鎮靜 ，pH 值均衡，比番梘更好。建議每日沖涼時使用，輕輕捽到冇泡就 OK 㗎啦。抹乾淨 JJ 之後醒起有啲男士會修剪自己鳩毛㗎喎。到 Kiko 深層保濕及提升肌膚彈性霜 Cream 出場啦！由一款專為男士私密處部位衛生而設計，深層保濕舒緩皮膚炎症，提升皮膚彈性，混合多種強力天然材料。推開一啲都唔笠喎。巴巴酥油同乳果木 keep 住皮膚保濕，蘆薈同洋甘菊給予清爽鎮靜，消除修毛後嘅不適感。而綠茶同透明質酸強化皮膚彈性。呢支嘢太多豐富優質嘅草本成分，又係一樣搽少少 cream 喺乾身皮膚上面，溫柔地按摩，直至完全吸收，即係好似做 facial 咁樣。如果想效果更佳，建議每日早晚使用。老實講，我遇過一位男士一邊搞嘢一邊拗 JJ， 可惜都想介紹返佢用呢2樣產品。只要 keep 住用呢2樣產品，相信各位男士將會擁有一條香噴噴、滑捋捋、靚爆鏡嘅 JJ。多謝。